看卜老师，我其实有两个问题啊。嗯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前世今生，嗯然后我以前思考过，就是说，作为我今生，其实我并不了解我前生做了什么，对，但是我在今生却要承担上前世做的一些坏的事情，也许有好的事情，也许有坏的事情。嗯就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我的观念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并不知道我过去做了什么事情。对，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呢，它实际上没有公不公平的问题，嗯因为第一个呢，我们谈到公不公平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物或者有一个角色，特别去安排了这件事情，嗯那你觉得你就是哦，他这个做法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啊，嗯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佛教里面，就是我们觉得他是这个地位最高的，就是佛教就是由释迦牟尼佛说了算。嗯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前世今生、因果、业力这些概念都不是释迦牟尼佛创造出来的，嗯它的根本就是一种自然的一个法则，嗯这是第一点。嗯第二点呢，你觉得本身就算是自然法则，但是它这个理论你觉得是有问题不合理，对，你这样的怀疑是其实是可以的。嗯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啊，嗯小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受伤啊，有一些疾病啊等等，因为小时候的一些原因。嗯，但是你长大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养生啊，各方面的一些习惯嘛，对卫生对习惯。对，长大之后你已经有这些概念了，嗯你开始很注意，但是呢，你小时候的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身体的问题还在，嗯但是你不能说我现在都做得很好啊，我以前小时候的为什么现在还是有一些发作？为什么嗯头痛？为什么脚痛？嗯你觉得不公平？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本质上都是你的身体，嗯只是小时候的你的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现在还是在这个问题在你身上。明白。所以就是佛教呢，你前世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相续，佛教叫做性相续，嗯也叫做阿赖耶识。所嗯以这个你性是一直轮回，就是一直是同样一个人。所以哦就算你小时候没有做什么坏事，或者什么样，这对一生不记得做什么坏事，还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但是同样呢，你前世做好事，所嗯以今生很多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天生就是很有福报，家庭环境也好，受教育也好，身体也健康，长得也好看，嗯也是前世的福报的结果，所以其实是很公平的。嗯，明白。就是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是应该从更大的维度，对就是你的人生或者说你自己，并不是今生而已，就是对呃，你的人是贯穿着很多世的，就对，是明白。是没有错。所以嗯佛教讲无始以来，所以就是嗯，一直贯穿着不同的这个地方，然后明白。就有各种各样的。看卜老师，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以前读那个有个东西叫《地藏经》，嗯然后《地藏经》里面好像有提到，就是空的这个概念。，OK 我觉得我当时其实读完了那个之后，我其实有一些失望，或者说我误解了，OK，因为我觉得空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就是至少是的，在我当时的理解。嗯，所以我想就是说，想了解您是怎么看待空这个概念的？对对，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嗯为什么呢？有些听到对，空心会嗯害怕嗯嗯或者恐惧，不能接受。但是你要注意，佛教里面没有说直接说空，就是空心。嗯空心是什么意思？
其实它是很，比如说你的被子，或者这个被子里面的这个水，或者拿到这个手上的当下，它的本性是空，所以空性这两个在一起。它的本性是什么的意思呢？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空的状态。那并不是否定这个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个被子的存在，它的本质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一个秩序，思维的一个角度的分析。它是为什么是空呢？因为它是因缘和合的一个缘起。它每一个再细小的这些细微的成分，都是没有一个是自己的自行存在，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是可以独立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在这个里面的任何的一个成分，没有任何是，包括这个里面的空气的这个空那个空的地方，全部都是相互相成的。所以佛教的这个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也是不谋而合的。甚至呢，这个佛教的理论是完全是超越爱因斯坦的，这是佛家的说法啊。那为什么呢？因为爱因斯坦这是一个在对境方面的单一的一个空性的概念。当然，它应用在一些生活或这个科学基础上的时候，可能它的成就也许是超过佛教的，因为佛教的这个空性谈这个聊天，他们这个佛教的这个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创业啊，并不是要这个做生意啊，因为它是要这个要断除轮回，然后要根除无明，然后要开智慧。所以这个根本上的这个爱因斯坦的用意和佛陀的用意不一样，但是他两个人不同的目的，但是同样一件事情分析的时候，他们的智慧是有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所以呢，这个里面佛教说绝对任何它的根本的一些东西呢，没有一个是独立的。什么叫独立呢？它的因缘，它有另一个因缘，这个因缘如果有一丁点的这个不具足它的条件的时候，它没办法产生的。所以呢，这个产生的 A 和 B，互相也是相互依赖的。到底到时候是哪一个刹那间先有哪一个东西？其实最后分析，最后像一个叫龙树菩萨，他的中观里面就是分析这个细节，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理论。但是呢，真正分析的时候没办法找出哪一个里面的某一个东西是完全是独立。那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很模糊的一个概念。这个是老子在《道德经》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就是空的概念，而并不是说你这个喝开水的时候烫到嘴巴都没有那么笨的一个人，对吧？所以呢，根本就是不需要担心你原本的生活的状态和空性。所以空讲的时候，有些人确实有这样误会，有些人觉得 OK， 一切都是空的，没事，也是误解。明白吗？有些佛教的信徒觉得都是空性，没有事，说错了也没有是空的，就是这个是对空性的一个扭曲。等一下，我看我能不能理解啊？所以听起来就是空的概念，听起来有点像那个量子，就是量子计算那个感觉，就是说量子物理学，对，量子物理学那个感觉。对，因为慈城楼主堪布，你们有没有看过？不知道我们在藏传就是有一个大师，没有，他叫慈城楼主堪布。他专门有一本书呢，就是这个量子物理的概念和佛学的这个空性概念的一个对比的一个分析。而且很多现在西方他们都觉得量子物理学现在的科学的一些看得越详细，越接近佛法。明白了。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这种概念。并不是说都是空的你的房子也今天没有了，不是烧掉了，没有这种概念。所以了解了。所以就是有点像量子
量子物理的那种状态，就是可有可无，像你刚才对，说的，明白。对。但是呢，嗯这个佛教里面就是它可以嗯更深入一点，因为嗯佛教的这个最后的分析的重点放在自己的内心。嗯那个自己内心的时候呢，那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哦，哦，它的本质就是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慢慢。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原来非常攀比的东西，非常执着的，非常放不下的，对，非常痛苦的事情，用这个空性可以有点平淡哦，明白。了啊。那个就是这个空性是可以用在生活当中，那个用的方式是解决内心的痛苦，这是佛哦，教的用法。明白。那就是爱因斯坦呢，这个用那个相对论可能会创造出原子弹，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最大的不同。明白。所以它也是个工具，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去解决内心的一些痛苦。问题，对，是明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嗯那堪布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色即是空重复的那个咒语，我很好奇那个里面的色是什么，具体是什么？空有具体代表是什么？你能解释一下这个？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是的，就是因为通过跟堪布学那个中观哈，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色不是我们想的，就是文字的一个色是颜色的意思。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色应该它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就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叫色。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他先提到的不是色即是空，而是空。先是色即是空，第一句是色即是空，但他接着又说空即是色。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深奥的一个东西在里边，然后剩下的还是让看过一下。很好，这是很好的，铺路了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他说的是呢，确实是这个万事万物啊，尤其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手摸得着的，然后这些东西都叫做实法。然后这个呢，它呢，为什么叫色即是空呢？因为我们经常呢觉得我们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呢，佛陀说色即是空，它是非真实的存在。然后空即是色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是那就没有了，当作完全是单空那种一个无的状态，完全否定了世俗谛的存在。所以佛教里面讲一个叫圣义谛、世俗谛，有两个概念。圣义谛是什么意思呢？究竟的它的真理的最本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世俗谛是什么呢？一般实际上我们这种程度的人和我们能看到的，我们的境界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两个其实是佛陀特别强调要平衡。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也是真实的，所以必须要尊重我们的那个程度。但是这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真正的实际上不是这样。所以就是空不异思，就是空呢不是一个另一个地方的存在的东西。你眼前所看到的一切的现象，它本质就是空，而且这个空呢不离开它的状态。所以这两个就是有重复性的一个。你看这个里面就是比较有深奥的，道可道，非常道，也是这样的状态，可以用言语表达，但是也超越了言语的表达范围。老子的意思也大概是这样的。那堪布就是刚才我就突然发现到，其实我原来经常读那个心经，但是我没有太注意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像后面又说是不异空，不异空，是不异空，空不异它用一个异，就像您说的那个，其实这个异，这个又有一个很对深奥的东西。意是什么？
就是一呢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就不一的时候它呢，不是就是不一，对不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对。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今天不做这个比较书面上的专业的解释，我们用简单白话来上的话，我们人呢就是思想非常容易扭曲，非常容易堕落，非常容易一个人如果说哦他是好人，你全人觉得哦好人，他是坏人，如果又想到完全坏的一面，而且他不会用比较全面的一个各方客观的一个分析或者什么样的，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佛陀为什么当时说了四遍呢？就是佛陀不想让我们对这个空性产生极大的误会啊。所以呢，究竟上佛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明空不二。明就是所看到的一切万法叫做明，光明的明，空就是空性嘛。这两个其实是韵连，英文说的这个双韵的状态。双韵就是互相离不开，火和温度一样。那堪布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说那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是说什么东西不存在，对，它只是不真实的存在。不是，对，你看这也可以的，但是这种整理呢很特别，只要是我们佛教讲缘分，你的缘分到了，你有一定的智慧了，这个表达完全让你产生真正的理解，但是对他就是说对牛弹琴一样，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作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实际上的你们呐，所以呢，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当时一无所住而生其心，你们听过这个说法吗？《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自古以来，多少人听过多少次，没有用的。六祖慧能大师听到一次，他开悟了。有时候这种文字是很奇妙的，这个文字如果能点到你的内心，就是容易就是点燃了，就是起火了，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你刚刚说的是不异空，空不异色也是一样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不异空那种。还有你刚刚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对，眼耳鼻舌，对，所以这个描述的时候啊，这个对，您刚刚说的是不是没有真实叫空，也可以这么说，但是空即是是的时候，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你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空。你看那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你这里没有东西，这里有空，不是这样说的。你的杯子里面没有茶，有空性，佛教不会有讲这样的一个理论。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空就变成空了，对吧？对，空性变成空，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例子。对。而且你说的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是空性，这个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能想到的它是水，那个水就是从佛的角度来讲就是空。它两个在同一个位置，只是密物不同。有一个从对佛来讲的话呢空，对我来讲的话呢水，就是水就是空，实际上水就是空。所以呢，那个真正的有一定的智慧能理解的话呢，这个以水看到，就是他看到的是空性。这个水和空性是无二无别的状态，那个无二无别也是佛教的用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既是不否定一切的现象，又是就不执着了，甚至可以一切的情绪和烦恼慢慢就消失了。明白。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一切的执着，实际上来自于这个水就只有水的概念
没有空的概念，只是他知道它的一部分。比如说你肚子非常饿，这是一个吃的东西，假使你看到哦这个很好看的一个东西，一个水果，你很饿，你看到，你不知道它是吃的，一直放在你的桌子上，可你依然就饿。对，对，那当你知道它是不仅是看的东西，也是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吃了，对，吃饱了。一样，这个水呢，只是水，就是我们的看法。这是空，也是空，是佛的看法。但是水变成空了吗？水干掉了，叫做空吗？绝对不是。水干掉也是空，水也是空，生也是空，灭也是空。那种来慢慢的说，就像他的艺术一样，就是我们这个修空间到了一定程度，完全深刻的感受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上来。到底是不是要失去了什么？怎么一回事啊？到底是这么样吗？那个时候要有一些上师的一些开导啊，有一些自身的一些这种佛法的智慧啊，那慢慢能够就是很顺利的到达更好的境界。没有的话也是危险的。你知道吗？就是走火入魔是这样来的。所以艺术也容易走火入魔。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一颗空灰色的这个最究竟是什么呢？你就是一些，就是艺术也是一样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艺术的本质是，其实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你完全你的思想和做法超越或者突破了绝对的这个固定的那个框架，就是艺术的超越，对吧？佛教就是讲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艺术东西做出再奇怪的东西，或者再不一样的东西，佛家的原理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也是佛陀智慧的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我理解就是你说再复杂的东西，对，再复杂的东西它都有一个本质。对，它的本质也不是说能说出来的一个东西，不能名状的一个东西。对，我可以理解，就您从我的经验也可以理解您说的，比如说，就是水的那个概念。对，对，所以有时候呢，艺术家最接近真理的实相的一些想法当中，是这样的。所以我曾经看过西藏的有一个学者，他对一个事的一个分析，他说我们不讲修行人，非修行人当中最接近实相真理的人呢，就是最接近开悟的啦。我们用它是最接近开悟的非开悟者就是艺术家。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困惑吧，你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射箭嘛，就是对射箭，然后，但是我在射箭的时候，我会有一种焦虑感，因为射箭是我特别喜欢的做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我应该好好工作，好好赚钱，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是像现在这样每天去射箭，然后工作就是不是很认真的去做，然后很快乐的生活呢，还是说我应该逼着自己去更加的这个中国话叫卷，就是努力的去赚钱去生活。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堪布老师的一些看法。对，
我问你一下，你觉得他怎么样做更好？哦，他知道我的想法，我知道你的一直想法怎么说的。你是自己想做说就做。一下，就是这样互动嘛。就是我一直跟他说的就是，我很支持他射箭，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生活的一种调剂嘛。那美国讲的 work-life balance 嘛，其实就是我不觉得他就是要老是去努力的想怎么样工作什么的，还是有的时候他觉得把射箭放太多时间，对他觉得他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好好工作。对在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上进，就是他就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两个之间，时常的有矛盾吧。但是我是鼓励他，就是我觉得射箭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要看情况。对，我想从几个角度分享，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个跟家庭生活有关系。对，所以我刚刚这个你也是，我是第一个呢，就是互动。对第二个呢，实际上是他是就是看你的他的态度生活的代表了啊。对对就是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对对这个是我们谈出为什么呢？你的这个事情的本质变成家庭不和谐、不幸福等等的因素的时候，无论是利润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有问题的。哦，明白啊。 OK，那如果理论上你不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很这个赚钱，但是呢，你实际情况，你家庭的条件还有家庭的支持各方面没有问题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问题。哦，这个也佛法是比孔比是一样，所有的问题本质上没有本质上决定的一个问题，明白。问题都是一种各种条件的一个环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产生的。是的，真的是这样的。OK，所以也不用太执着。但是另一个，你如果我第一个层面，我一开始想就是业余的你喜欢的爱好嘛。从这个来讲的话呢，你爱好也容易变成痛苦的。是确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拿捏了。对。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他也支持你，你的生活条件呢，各方面工作也不是很耽误。但是呢，你就是完全是有点上瘾了，对，那就开始容易变成痛苦了。但是你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刚刚师说的一样的，就是你要像奥运会什么之类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极大的一些压力和付出，对，其实是正常的过程。OK，明白。是的，这个也是不一样，很有奇妙的，这也是正常的过程。是不是？他同意了。我以前看过一个连续剧，不是连续剧，一个纪录片吧，是台湾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运动员，不是运动员，是这种舞蹈老师。舞蹈。那他们你知道吗？他们舞蹈的这个训练呢，极度的这种一个魔鬼式的训练吧，最后他们都非常好，甚至他们说，他们训练出来的结果到了舞台上根本不用想。有点像他说这个，他们本来这个状态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一个接着一个，谁的相互什么样的距离，就是几乎都是完全自然能够形成的。我曾经看过奥运会的选手啊，他们也或者这种足球运动员，他们也其实到了这个线上，几乎在一个入定的状态了。这是一个是的入定的状态啊。他到了那个时候的那个距离啊，这些的不是一个一般的毅力或体力或训练能够达到的一个。他们一直这种训练的时候，最后到了一个极致的一种，几乎是这个精神和这个毅力都那个心也可以参与来，一定程度来掌控的。那个是就是没有辛苦就哪有这样的一个水准，对吧？对。所以这是你的选择，其实这个不是什么，这个里面就是你非常清晰的看待这件事情，非常认真的做的时候，那也是可以。就是实际上呢，我们不能用佛法理论去否定这是一个执着。明白吗？但是呢，无论如何，你达到这个目标是一定要很平衡的。印度有一个佛教的
80位大臣就职，一个古印度，其中一个叫萨拉哈巴政治，非常著名的一个大臣就职。什么叫大臣就职呢？就是一个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境界，有一个特异功能等等的这种佛教的一个很高境界叫大成就者。那个大成就者是很喜欢时间，他透过时间那个平衡，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还做这个监工那些，对，那个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他训练自己的内心，最后开悟了。所以有时候是很难说的啊。而且有一次佛陀有一个弟子嘛，他是很喜欢那个拉二胡，拉琴，对，反正一种琴，不知道哪种琴啊。后来呢，他学佛要打坐的时候，心里一直定不下来。然后他就有点困惑，问的时候，你以前在家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会那个对拉琴？他说是。他说你拉琴的最好的声音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说不是很松，也不是很紧。就是那个弹的时候的这种怎么说？心琴合一啊，不是，身心合一，不是，就是自然，自己就是音乐，音乐就是变成自己。不是，他说的就是手了啊，这个力度这种拉的时候的不是非常用力，也非常松动它就是一个刚刚好的对一个状态来，然后就是能够发挥最好的状态。所以我刚刚这个跟你的回答有没有关系？应该是有一定关系。对。所以有时候是你非常认真在这个训练，其实内心能不能掌握，或者内心能不能专注在一个比较平衡明白，对，有时候非高度的状态，对，就是所以就是这样，明白。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的本质是不是对的错的呢，也要回到现实的生活来，就是要衡量。有没有问题就没有太大问题。OK， 那我懂。我觉得这是一个看待事情的方法，就是说，以后不仅有什么事情，只要就是像您说的，没有对错，要结合当下的环境。可能现在此时此刻这个事情是对的，但是也许5年之后，绝对是，可能这个就是错误的一个选择。对，就是要根据。只要我们经常要提醒自己。对。我们有时候是原来的对的，一直觉得对的。比如说一个年纪大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对的东西，还有没有跟你们说是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对的，在美国也对的，其实都是要看情况。明白。我堪布，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关于在生活中，心和脑来领导我们生活的我觉得是两个概念的差别吧。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两种，就是一种是心，我们听从心的一种生活，还有一种我们听从我们脑子的生活。那你再能不能更清楚一点说，比如说你那个时候这个心决定和脑子的这个告诉你的这个打架的时候的状况，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你自己生活当中的，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天要去学校，是一个这种按常例这样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对，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你自己也认同，就是我要这样做，但是是不是这样？对，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喜欢我做的专业，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部分好像是学校要告诉我，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他会去告诉我怎么做，
也还有一部分是我就是内心发自内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行为，但是学校和我本能的这种每天行为就会有一种冲突，我有时候就会感到不适。有时候学校可能会给我一些目标让我去完成，大概是一种这个情况，不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第一嗯个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第一个是那个脑袋嗯和心。嗯这个佛教里面呢，这个没有说是脑袋和心这样的一个分得很清楚，但是呢，心有很多层面的，我们的心，这个是佛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详细，而且佛教里面讲一个叫习气。机器习气，哦，习惯的习气，习气，对。习气，另外一个呢，就是离心嘛，那我们都知道啊，理性。离心，你看离心，这个离心呢，就是说我们觉得我应该要做，我们应该好好的认真，但是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嗯或者是这个看到外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很想偷懒，你很想就说，哎呀，今天天气那么好，我想跟朋友一起出去。本来你要做事情，内心当中呢，就是本来真的我要好好的做事情，要完成今天的，比如说什么功课啊，类似这样的。但是呢，另一个呢，就是你看到外面的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吸引的时候，那就是就是坐不住了。这两个之间经常会有一个拉扯，嗯拉扯，这是第一个。这个情况下呢，你就是要尽量告诉自己，我应该就是要一个面对这种内心的一种各种的这种，呃，对抗的时候，就是你要有一个克服的一个能力。那个时候呢，你要告诉我，真的我要做就是要能不能这个习气变为一个好的习惯。嗯，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你就是可能是你就是眼前的有一些这些情况，就是用脑袋来，你现在要讲述的应该是脑袋，但是真正内心的比如说艺术啊各方面的，你自己有一些你自己内心的一个认知和想法，比较理性的一个想法，客观的想法，那个是内心性，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可是呢，学校的组织给你的要求和你内心不想听组织的这个安排，学校的，这是我个人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基本上我个人觉得你可以稍微平衡一下。又不是，因为学校本身的这个做法是非常死板的，绝对要这个按一个组织的要求去做的时候，本身这个教育是失败的。这样的环境教出来的学生也可能会很背熟，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很好的成就的，是吧？那个时候你做自己是这个艺术啊，这样的话呢，你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你不在乎他的这个分数是什么，你不在乎他的这个一说一，二说二，不是这样的。我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内心告诉我用一个突破性的，有点叛逆性的，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的话，从创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好的事情。明白吗？你很老老实实的这个学校，你说这个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你要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样，你只是非常老实的重复他们的要求，其实是应该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造的一个机会的。所以那个时候那里面难免产生一个冲突。而且那个是过去的很多的伟大的历史那个艺术家，他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开始当下的那个环境，学校全部都是他们，要不然就是不让他继续待下去，完全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眼里的一个失败者。
就后来就变成非常有名的这个成功者，很多的这个画家，西方的很多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吧？所以只有两个层面，比如说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艺术很有热情，很想用功的去做，因为这个要努力嘛。你这次不是毕业的时候，就是这个做的作品，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嘛。那些是非常需要耐心的，因为魔鬼藏在细节里，要很多细节里。其实是艺术，也不是完全是我们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感觉，没有错。但是那个感觉要整理出来的、整合出来，需要很大的一个耐心和时间和用心，是吧？画画什么都是这样。那个过程当中呢，你就是这个受外面的那些其他事情的吸引，那不是对你们艺术来讲的话，根本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太内向、太专注生活，太忽略其他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也是容易出问题。很多艺术家为什么疯疯癫癫？为什么最后就是甚至自杀？因为佛教里面也有很好的艺术，佛教的艺术家从来不会自杀，这是因为这个内心真正的一个政治正确、智慧和艺术能够结合。现在有些艺术家是非常可怜的，他们艺术的创造绝对是好的，但是为了这个好牺牲了一切的，那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所以这些都就是有很多的细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有时候佛法是非常好的。我们西藏也有非常了不起的士人士，但是他又是同时是一个高僧大德。像我们来这边大师，天天唱歌，天天极为快乐的状态，但是他也是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艺术家，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些呢，就是你创作的过程当中，不能这个其他没有意义的事情来耽误你的创造。但是呢，也不能太专注，而也耽误了你的人生，是吧？对，对，这个是平衡很重要的。尤其是艺术这种东西本身是一个很可有可无或者很内心的一种情感上的感性的一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呢，非常容易着迷和情绪非常容易失控的。然后就是刚才结合刚才那个玉夫他提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已经我们说的，说那个就说你读地藏经有一种空的感觉，在我们讲刚开悟已经讲解，那不是空，是空性。然后这空性让我们通过佛法的学习，让我们了解一切都是虚幻的，它都不是独立的，它都是很多都是因缘和合，都要相互，就好像很多因素组在一起，才能成就这个物质世界。所以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它都是虚幻的。那我们就不执着嘛，那我们就叫游戏，干什么都是游戏，因为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它是虚幻的。那搞艺术呢，其实你不太执着去抓的时候，你是放轻松的时候，你反而你的创造力会更大，然后你的内心是愉悦的，然后你创造的东西可能传达出来的东西也会愉悦别人吧，这是我的领悟啊。对的啊，就是对的。总结一下，就是不要过分执着。对，哪一方但面？是呢，对，这个就是非常有时候啊，对，很高境界的不执着是很难，因为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无缘大悲。无缘是什么呢？根本不执着。大悲是什么呢？非常强大的爱。爱是某种程度上有点像一个执着嘛，对不对？对，你执着对象可能是一切众生 ，OK， 但是呢，主要是你就是爱嘛。所以又是有无缘，又是大悲，那就比较难。所以呢，比如说有时候艺术的创造离不开执着的。你对这个你自己的作品，就像我自己也是一个写东西嘛，所以呢，又是一种专注、认真，这个细节非常，它所有的那些动态细节都要
抓得非常紧，非常清晰，没有那个东西是创造不出来的。那个当下其实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情绪的状态。比如说你要写出一个，比如说一个，今天就是比如说我去感情武器的佛学中心见我的上司，我要写那个环境和那个人的时候呢，我内心对他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心情，和这个对在整个的细节上，我非常投入了，才能够写得出来。明白。但是同时呢，不能完全迷失的，也能够有一个政治正念来抓好它的这个力度，明白。然后就是能够平衡。你看这个是有难度，它就是一个艺术。对，你掌握你自己的情绪，也是一种艺术。你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许是你这个做法也就开始蛮有意思啊。那我这个也是艺术。所以有时候为了艺术而，就是很多东西你要觉得是非常排斥的话，那个时候你的艺术也是盲目的艺术，只有一只眼睛的艺术呀，是不是？我主要是针对于他，他为了要这个要更多，我对他相信挺重要的。对，这些时候呢，你内心非常重要的这个平衡特别重要。但是这个平衡呢，也不能执着来完全改过艺术。明白。那个是对艺术也是不公平的。还是要执着，但是不能就也对。但是就是开幕，就是其实作为我来了解，就是真是搞艺术的大师，就是大师级的人，他们真的是把就是人事啊都看得很通透了，然后他们是一个很轻松的一种状态在搞艺术。其实这样的，你艺术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空性。为什么呢？空性就是缘起性空啊。其实空性的完整来解释就是有4个字：缘起性，本性的性，缘起性空。缘起是什么呢？因缘和合，什么都可以发生。这个发生的当下什么都不是。艺术就是这样。艺术你今天创造出来的东西，他有他的解读，你有你的解读，我有我的解读。他是创造者，在他的眼里其实是没有对错的。是吗？没有对错的，没有对错的。而且呢，我们觉得我看到有些车轮呐，别人弄丢的很多的东西，完全我们觉得是没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艺术家他变成创造出来的时候，尤其是现代艺术是这样嘛啊，这个美术馆里面看到的是，全部都可以变成有价值的。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只是我们的自己的想象力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个对境上呢，很难说是哪个是有价值的，哪个是没有价值的。写实的人来讲的话呢，冬天、夏天、春天、秋天都有各自的美。你从哪个角度写都可以写出好诗。如果我们生活角度，冬天很冷，我不喜欢；夏天很开，花草，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从艺术角度是没有哪一个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慢慢看空性的话呢，原来的一切价值观都是一切的好坏，一切的值钱不值钱都是相对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是缘起性空这2个字完全是一个艺术。同意吗？同意。也深有，就是之前也能感觉到，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自己这个认真的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做的时候，这个对艺术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你的比较深刻的这个体会是什么？现在由我来问啊。做一些繁琐重复的事情的时候，完全就是不需要去思考，脑子完全是
没有东西，就是身体靠他自己的一个对，有做事的一个惯性，有一个像自动驾驶的那种感觉，是需要有一些就是材料或者材料的那种安排，需要思考的时候呢，嗯，脑子就会变得特别活跃，活跃就会听跟材料说话，有一种那种他告诉我一些东西，然后他告诉我他想怎么样，我会觉得哦，我会去听吧，然后聆听他的想法，然后我也会通过我的行动，就是手的安排，就是我自己的介入去改变它，就是有一种双方的一种嗯，对互动，甚至说有时候它改变了我原本的那个计划。我就是可能说，我原本想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东西，但是肯定是需要一些动手或者动脑去完成它，无论是从那个结构或者选的材料或者样子、触感、听觉，但是有时候通过这种对话，它就会慢慢的就会偏离。对，这是我最近发现的就是一种体验嘛。嗯，一开始我还挺害怕的，可能空虚的对感觉。对空虚的感觉，嗯，对，就是有一种心里没底儿，心里没底儿，然后跟别人说，别人也没法理解，有时候就停了，就干脆不做。去做自己熟悉的事情，然后，但是就是由于学校压力，又必须得回来继续做，最后就是完全另外一种结果，对对，然后有可能又要去接受吧，有时候就想着，就干脆把它扔了，不做了，或者就做别的。有时候就会抱怨老师给我这么多压力，让我去做，有时候会很头疼。对，那最后就是做出来感觉还可以。嗯是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贪花的这个意气、天伦和他的思维是一致的，这是我个人的啊，这是一个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很佩服他，年纪那么就是年轻，跟我相比了啊，非常年轻，但是这个至少这个思维是完全很投入这个在艺术自己里面。但是呢，虽然我们今天好像讲的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很简单，但是讲的有点蛮深的啊。但是深也有深的好处。但是呢，般若心经你听过吗？嗯，般若心经，心经对，还是这样，没有。是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听过。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描述。佛陀为什么说色即是空，就是停下来呢？看起来就真黑了，因为色就是色嘛。那佛陀要讲的是什么呢？色即是空嘛。佛陀告诉我们说，哦，这一切都是现象，都是空的了，不是完成了吗？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重复了4遍。他后面呢，就是眼耳鼻舌，其他所有的这些一些万事万物，也从这个不同的例子也告诉了好几遍，总共就是这个重复了几百遍，明白吗？我们就是为什么呢？有时候呢，我们这种生活相关的，我们
这种实在的这个生活和艺术的那种你创造出来的时候的，你觉得哦，就是那个两个，你你如果完全在执着的状态当中，执着哪一个方面都是痛苦的。你的这个艺术，然后就是完全这个状态的时候，那可能会容易迷失，容易出问题的，用通俗来讲。所以有时候拉回来现实生活，放松一下也是好的。就是甚至我们就大多的人一直大做，是容易出问题的。那放下来多大礼拜，虽然大礼拜相对呢体力有关系的，去转绕佛塔。以前的一些修行人，他们觉得这两个一起同步非常重要。有些人呢闭关，我要闭关，什么都就是这样，那容易出问题。然后呢，你就是可以一天闭关，一天在外面运动，就是类似这样概念的。所以有时候这个艺术要长久一点的话呢，有时候确实要回到现实上。你 OK， 今天我就写不出来，我不要头痛，我就是放下来，然后去外面跟朋友一起好好的吃饭。嗯，你可以等。我们等他打完电话吧。南无